众朋友，大家早早，欢迎收看10月初6早起新闻，我是麦湘莹。今年双十晚会头一届伫台北大巨蛋来举办，现场是有2万多人来参加。咱的总统赖清德伫咧发表谈话的时阵，除了是祝福中华民国生日快乐，也讲到这两岸的议题。伊讲呢，这中华民国是113岁的生日，也拿咱的厝边中华人民共和国是敢若75岁尔，所以对方绝对无可能是咱的祖国。 就年纪来说，中华人民共和国是绝对不可能成为中华民国人民的祖国，反倒是中华民国可能是中华人民共和国75岁以上的民众的祖国。如果有人要祝贺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日快乐， 特别祝贺词要精准，切勿用“祖国”2字。双十晚会顶头，台北市长蒋万安也有发表谈话，伊是特别点名到这个退伍的伞兵陈良峰，讲伊伫咧跳伞意外过了咧，经过6档的治疗甲复健，即马一定会当家己喘气、食物件甲行路，有展现坚韧的生命力。也若昨双十晚会有真侪精彩的表演，除了华台语歌手是接续来演出以外，大家上界关注的江辉，让高档搁在八将台顶唱歌，也互人听到真 感动。好，咱要特别来看咱的李姐江辉呢，昨暗会时阵是连续唱3条歌，听到这熟悉的歌声，搁再出来，大家耳仔是啪啪啪。也若对这江辉来讲，会当搁爬上台顶，伊家己嘛感动甲后甜。我要甲你人条条，不要行行行坚强。 红麦抗癌9年，台语歌坛天后江辉复出的第一场演唱，登上台北大巨蛋，为国庆献唱。一开始就用温暖的歌声，甲台湾这块土地染调调。 请好朋友林丽为伊量身做的这套黑色的战袍顶台，江辉清亮的歌声，和歌迷真感动。这首经典歌曲过后，互大家转到金曲的回忆。等待转去的时阵啊到，我会让你心酸，因为我会不甘放你。 连续3首歌，经历过调癌、开刀化疗的艰苦的过程，带着欢喜的心情，搁再登到舞台，目屎就要流出来。哎呀，怎么办呢？看到大家，好感动。那么为观众见证江辉华丽回归，也是今年国庆上受到注意的话题焦点。江辉讲，本来一股真侪话想要讲，也想要伫咧台顶点较久的，看到这么侪歌迷真感动，真心祝福中华民国生日快乐！也祝福我们中华民国生日快乐！谢谢。记者综合报道。 今仔日又搁发生啥物款的大代志？咱做伙来关心报纸的重点。联合报大法官针对死刑做出有条件合宪的裁决了后，各界关注司法的方向。司法院甲法务部明仔载会提出专案报告，按算推出无期徒刑分级的制度，另外提悬驾驶标准的这个特殊无期徒刑，也是要来定搁较长期的有期徒刑。 自由时报第一银行桃园台南分行传出员工偷摕钱的事件，10月初是咧点现金的时阵，发现减629万元，其中45岁姓李的主任有认罪，讲家己利用点钱的机会，逐摆拢会摕几张1000块，落尾警方是照侵占罪家己上班。中国时报领上价工资的人，即马是愈来愈侪啊！那准以劳动部最近提供的资料来看，
全台湾是拢总有220万人领上计工资，计算落来也就是讲每4.27个人当中，就有1个是领上计的工资。再来看这基隆市中正区有一个社区附近呢，是因为崩山，结果土石流泉冲入去社区内底，佮堵着这水塔。另外呢，伫个基隆的新丰街嘛是有一个社区是因为山架崩了，交通受到影响。即马市长谢国良是讲上紧伫个今仔日就会来恢复通车。你怎么关掉出来？真侪土石冲入去厝内底走卡，厝户看了真无奈。即摆风台和基隆中正区的碧沙山水社区正是重灾区。走下来到中间，行到外口，土石规片拢放落来，土石流沿这山壁冲下来到徛街，毋拿地下室，拢是烂土煤，水塔也被污染，根本无法度使用。基隆市府赶紧提供饮用水，也协调水车来支援。我们住户大家都非常担心，这个后面的石头还有树，随时都有可能倒塌的问题。真的很痛苦，也没有地方洗澡，晚上还要再赶到北都去洗澡。对民众关心这土石流问题，基隆市长谢国良讲，先把烂土清掉，后续来做冻土壁时间，加强水土保持。地板拢是土料，水电业者趁初五天气较好，赶紧来摒扫复原。路边拢是浸水的器材。基隆信义区的东明路，一摆风台也淹水淹甲真惨，造成你的家私拢淹歹去啊，损失至少上万块。应该几十万跑不掉。有发生过像这次这么严重？没有呢，没有那么严重过。另外，基隆的外面路和土石砍掉咧，车也无法度过，新洲路段地基漏了，现场的封锁线先围起来。另外，新丰街的海中天社区头前的山壁测试土石规片放落来，影响路段有100公尺，当地交通断去，车辆也无法度过。有真侪台机车和土石流砍掉咧，工班赶紧清路，要拼上紧，找6礼拜暗头啊，双向通车。对挡土的部分先做一个简单的防护。那因为样会比较大一点，所以有一些东西要从外县市是调过来。基隆各地有未少的灾情，新竹桃园拢出动，人力甲机械赶紧来救援。因为基隆信义区这所在发生淹水灾情，却是无停止上班上课，引发民怨。也互基隆、新北、台北、桃园停班停课标准，互人疑问。因为以前这种局部降雨，大家最近在金山这边也都看到了。这个局部降雨如果非常强，那确实局部的一些区域要如何的来脱钩，这一点未来我们会深入来研究。除了风台灾情造成民众损害，有真侪汽机车和土石淹砍掉，也过过去无纳入灾害损失。谢国良讲，参考高雄案例了后，下礼拜一初7会对我说明损失补助申请详细情形。记者综合报道。国际消息，咱要先来看，这气候变迁是造成天灾的愈来愈严重。亲像伫个 Amazon 这个所在，就是因为可旱，伫个巴西的马瑙斯河的港口咧，这水位已经降到100年来上低，而且未来2礼拜还会继续降落去。另外呢，这河港的货运啊、业务啊是拢无通做，水利发电也受到影响，就连河边的居民也无水通啉。大家无闲，赶紧伫咧搬货。也毋过你想袂到的是，这毋是陆地，原来是河底。这时阵水拢已经打去啊。亚马逊河主要支流内格罗河经过巴西上大的河港马瑙斯，水位已经来到历史的新低。港口的迁入人员伫测试测到水位是12.66公尺，亚那标准的平均值应该是21公尺。港口的人员讲，这是122年来测到上低水位。Mas o rio não parou hoje, ele apenas superou a cota do ano passado. Ele continua descendo. 随即个数据体换河川水位悬低，原本是正常的。不过这几年亚马逊主要支流水位是继续降低，一年是比一年较低。就算到雨季，上游的落雨量依然无法补足河川的水量，结果造成这个河床拢流出来，船只拢扩大也无法度行。原本真活络的航运业务被迫来停止，连民生用水拢有问题。Para tomar banho nessa água não tem condições, né? Aí para encher água para beber também só tem lá fora e quando tem, né? 巴西国家灾难监控中心指出，这是巴西70多年来上界严重的可旱期，连水利发电供应也受到冲击。另外，部门计划恢复日光节约时间供电的模式，避免引发这个欠电的危机。气象专家分析，亚马逊地区河川水位要来恢复原有的水准，上紧就要等到2026年了后。
南美洲受到这个极端可汗的影响，巴西人均的秘鲁是更加严重。车衫传出，国有石油公司油管漏油，流入亚马逊河纳区的帕斯塔萨河，造成河川污染。画面上看到船只开伫敢若阴阳河的河面顶面，影响当地4个原民社区。公视新闻张淑芬编译。日本首相就破部发表施政的演说，伊公布5大方向，包括新经济的方向，也有外交要继续来深化南韩甲美国的这个关系等等。另外呢，伊也以乌克兰来做例，讲面对中国、罗西亚甲北韩，这日本应该就要强化军事能力。日本首相石破茂初时伫国会众议院发表就任了后第一场施政演说，伊公布5大治国方针。外交上是讲到美日韩的同盟关系，以及甲中国、罗西亚参北韩的对立现状，以乌克兰甲中东战事以来，经过外界国际社会当面临分裂的现状。今日のウクライナは明日の東アジアかもしれない。そのような不安を多くの方々が抱いております。なぜウクライナにおいて抑止力が効かなかったのか、私は強い思いを持っております。中東情勢なども相まって国際社会は分断と対立が進んでいます。石破茂伫选举期间提出建立亚洲北约体系，并无出现伫演说中。那伫外交议题上，石破茂承诺会继续制裁罗西亚。佮援助乌克兰，也强调会深化美国甲南韩的合作关系，也讲到中国想要单方面改变东海甲南海现状，以及日的协同拄到涉及的事件，强调日本会采取行动，伫所有的全面甲中国保持建设性的对话。我が国として主張すべきは主張し、責任ある行動を強く求めつつ、諸懸案を含め対話を行い、共通の諸課題については協力する。建設的かつ安定的な関係を日中双方の努力で構築していきます。伫内政方面，石破茂表示会提出新经济方案，协助民生脱离通货紧缩，佮解决出生率落败难题。石破茂初一就任，民调只有50%左右，创下2002年以来的新低点。伊宣布解散国会，提前选举大选，遭到在野党批评，向公做代志。27大选结果也会检验石破茂团队的民意信任度。公视新闻张淑芬编译。再来看中国旅游解禁了后，即马头一批旅游团100个人左右，昨是去到金门观光，这当中有不少是亲子的旅游。咱刘委会是表示讲，虽然讲即马是中国的年假，也毋过因为风台的影响，所以这旅客是无讲介偌济，所以来会看人数来决定审核的方式，敢有要调整。可以来金门玩，开不开心？开心开心。有的拖行李，有的带规家伙仔。游客陆续落船，过5年，中国厦门游客团初5早起坐8点半小三通新武义客轮到金门。团客甲自由行游客有116人，也予水头的通关大楼留了起来。对下当重返金门旅游旅客拢真欢喜。他第一次，我不是。终于可以来了，有没有很开心？有，所以你看，马上就带来了。骑了1岁半都不到呢。放假耍囡仔最简单。哦，对哦，11长假哈。对，第一次来金门。97位的团体客人，然后另外还有19位的自由行，透过申请也都入境。那我们县府当然是很希望说，这样的旅客能够持续，然后对金门的各行各业都能够带来一些经济上的一些活水。即摆中国游客团年龄层偏少年，其中不少是亲子旅游，这也是伫顶级彩扫团，甲团体游了后头一批迎来大量中国游客到金门旅游。旅游业者虽然陆界两岸观光渐渐要开放交流，不过也无奈表示希望政治唔通影响旅游。也是一个善意的吃出啦，蛮好，至少两岸的关系可以有一点缓和的氛围。但是要看我们台湾这边政府是不是能够。也再往前跨一步，毕竟旅行团如果是到马祖、金门，对本岛的这种观光产值的注意，并没有很明显。虽然说是11长假，但是因为有两三天的台风，所以实际上来的旅客还并没有那么多。那如果说是非常大量的话，那我们可能审核的方式跟标准可能会有一些放宽或者是调整这样子，但是目前还是要看人数多寡。
金门新年迎来中国游客，不过对台文武恐吓也无停。国防部初五公布，过去24点钟，正式攻击13架次，其中8架次飞过海峡中线甲进入西南攻击。另外，共南3架次继续伫台海西khu域活动。国军运用任务机南甲反地飞弹系统严密监控甲应变处理。记者综合报道。今年将为最台语客语汉诗吟唱的比赛，昨下晡来举办。今年是办到第4届，这是头一届扩大参赛对象。除了高中级的学生以外，即马大专生嘛会当来报名，希望会当加强母语传承的力量。淡江引景去临流，洗尽还地木月游。用台语本金诗，每一个字发音拢爱清楚。伊是今年第4届奖为最台语汉诗吟唱赛冠军。评审老师讲，金诗评分有3大重点，就是价值、音调、甲服装仪容。当然是南腔北调吼，南腔北调无啥共款，无啥共款吼，是异曲同工，袂使讲咱咧唱歌语，毋是安尼。吼，咱金诗吼，伊有抑扬顿挫。推广台语客语的吟唱艺术。民间团体合作举办将为最台语客语汉诗吟唱比赛，今年行到第4届。前几届限定高中级学生参加，今年头摆扩大范围，加入大专院校学生参与，增加母语的推广效果。咱母语要传承这件代志，上介好的办法，就是讲咱逐个人会使欢喜愿意去开嘴讲。欢喜讲。嗱，即摆人带嚟增加的像咱这时咱的孙啊吼，台语来讲，台语以外，客语较严重。语言是一个文化的基调，语言若断线去吼，你文化紧就无去啊。2019年开始，政府实施国家语言发展法，希望为政策面推动母语发展。民间团体讲，母语复振除了爱政府的政策，民间的贡献也有必要。今年扩大报名资格推广母语，希望文雅的母语艺术通长久传传。记者吴明玉凯台北报道。再来看长期推广台语的关怀文教基金会，伫台语文创园园区来举办联合诗画展。伊是用诗人李庆华的台语诗配合着颜性德的话，推广台语的文学。咱的文化部长李婉也来到现场，伊讲文化部会来支持对艺术、甲文学等等的方面来推广台语。诗人李庆华写的台语诗，佮搭配艺术家颜性德的图画，计共33幅的诗画创作，即阵当伫咧台语文创意园区展出。诗中有画，画中有诗，呈现出特殊的意境来推广台语。台语要推广，毋是干那靠意识形态啦，咱需要靠足济方式，譬如讲甲图来配合，甲歌来配合。有各种形式，互大家介意这个物件。用台语来将咱真济地方的代志、咱的感情、咱的价值、咱各种的故事，用诗句来展现。我想这是咱本土语言文化的真好的一个表现。这边的展览也特别邀请文化部长李婉来参加开幕的仪式。李婉表示，20-30年前台语互人认为是较无水准的，但是即阵已经无同，大家拼死要甲台语讲倒转来。虽讲台语无专门负责的单位，但是文化部会尽力支持台语的推广。刚才台语我没有专责单位，文化部即嘛就是讲对台语开始做推广，是不是爱做做语言区无一定，因为推广语言对我来讲是讲变成艺术作品是上重要，像这款诗啊，还是讲画啊、画图啊，还是讲电影啊、文学作品，对我来讲是讲一款推广是永远留下来的。李婉嘛讲到，伫过去华语霸权的政策之下，互台湾其他的语言流失严重。无论是台湾客语、台湾原住民语、台湾台语，每一种语言拢是平等的。伊也认为用艺术创作的方式会当开展语言的推广，就亲像这边的展览，用艺术作品呈现台语的优雅甲水气，和本土语言的文化会当代代传。记者杨淑晴中华报道。今仔日天气到底是如何呢？天气玻璃仔带大家做回来了解。
北部地区24度到32度，中部地区是24度到32度，南部地区24度到32度，东部地区是24度到31度。也有外岛地区24度到31度，也有未来3天的气象。以上就是这则台语新闻，感谢你的收看，明仔载同一个时间，咱再相会。